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叔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，华影作者苏东坡，重重叠叠上腰带。几度河东锁不开，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却教明月送将来。苏东坡是北宋的文学家，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诗书图画、书法、散文，拢有真深的造诣。尤其真侪诗词，拢带有真浓厚的禅思。敢若像这首，按开始甲结束，拢在一字变字，写影的变化当中表现光的变化。搁在伫写光的变化当中表现影的变化。头一句上腰带，就是写影的动，蕴含着光也伫咧动。第二句锁不开，写影无叮当，间接也形容光无叮当，光无叮当，影就袂叮当。任你正扫、倒扫、横扫、直扫咧，安怎扫拢扫袂开。结尾两句由写光的变化，引出一个去一个来影的变化。花影本来是静态，但是历史光甲着影是相互的关系。独手表现花影动甲静、去甲来千变万化，使规首呢有起伏的动态美，更加呢有真趣味的禅思。古早人伫讲如影随形，是毋是甲上游心性的原理相共呢？苏东坡的诗，像这首的花影，变化无穷，有时深入浅出，有时浅出深入。敢若像这首呢，伊写互因囝拄出世的时阵所提，讲人皆养子望聪明。我比聪明误一生，唯愿孩儿愚游路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你若读出各种的三昧，你就当体会一生。对讲就这首的花影变化无穷，更加有真侪莫测高深，精彩绝伦。来，咱搁再来复诵一遍，重重叠叠上腰带，几度河东锁不开。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却教明月送将来。千家诗小研究，一史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